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，约伯记第5章第8节到27节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着义受困迫、受难、受困迫。拄着苦难的问题是咱伫最近一直咧讨论的主题。当然，咱知影无有人愿意受苦难，但是苦难并无一定是拢代表负面的这个结果。有的时阵伫苦难中间。看起来是必要的啦实在是讲，咱讲一个人一个信仰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。最近要甲东港以及一寡少年人讲到兵役恢复一冬的这个代志。当然，咱毋知影，咱无一定每一个少年人拢反对兵役恢复到一冬。有袂少人知这是国家的大事，嘛是知这是人民的责任。但是，亲像阮这种大部分的年纪做过2冬或者是3冬的兵役是足经常的一个人伫这个兵役的期间，拢接受到真严格的训练。多数做过兵役的人，拢认为讲兵役会当帮助一个查甫人的成长。当兵的时期，长官总是会讲，合法的要求是训练，无合理的训练是磨练。那安尼时阵，咱就会通知，伫这个磨练的过程的中间，会通看到咱的成长。约伯拄着伊的苦难，就伫信仰来讲，嘛是一种的磨练。咱必须爱经过精炼，才会当成做纯金。所以伊的磨练就伫伊的这个。甲伊的朋友对话过程的中间，以利法接续，佮伫约伯记5章8节27节的中记载中间来安尼讲，伊讲若是我要求叫上帝，将我的案件交代伊做的代志大甲袂切度的，伊行的技术济甲算袂了。伊落雨伫地面，想出雨水润泽田园。伊高声卑微的人，听安全喜乐，互悲惨的人，使安全喜乐，互这会悲惨的人。伊迫害鬼客的人的计谋，互因的手所做的袂成功。伊互卡人中着家己的诡计。互奸诈的人的计谋真紧就失败。伊这时拄着黑暗，日中昼亲像暝时的世界梦。上帝救散车人脱离伤害因的人的手，以及权能者的手。对安尼散车人有茫，歹人的喙受踢目，受上帝管教的人真有福气。所以毋通看轻全能者的毒舌，伊甲人拍伤，毋过嘛甲伊包扎；伊甲人伤害，毋过伊嘛甲人医好。你拄着6遍的灾难，伊会救你，甚至7遍。灾害嘛袂磕着你，饥远的时，伊会救你脱离死亡。高田的时，伊会救你脱离刀剑，你会得到保护，免受喙齿的攻击。灾会到的时阵，你毋免惊。灾害甲饥荒，你要甲伊踢笑，
地上的野兽，你嘛免惊。你犁田的时，袂犁着石头，野兽会甲你和好。你会知你的布篮安全，你的羊舍无半只失落。你会知你的子孙真济，你的后代亲像地上的青草遐尼丰盛。你的血收满畜过往，亲像未困到时到才收藏。看这的代志，既愿有查清楚，实在是安尼，着听着接纳。虽然伊的话毋是遮尔受人喜意听，但是有部分来事实。像伊讲，得到上帝管教的人有福气，也亲像耶稣基督伫山顶的教示中间讲，为着易受困逼的人有福气啊！彼得也劝勉初代基督徒爱忠心，爱彼此相挺，爱有仁慈，就爱心存谦卑，并且愿意为着易受困逼的心志。彼得伫彼得前书3章第8节到18节的经文安尼讲：为义受苦，总讲恁拢着有同心同情，相挺亲像兄弟姊妹，有仁慈，心存谦卑，无用歹来报歹，也是用侮辱对付侮辱，颠倒着用祝福回报。因为恁是为着这个受护掉，互恁通承受福气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若爱性命，爱过好日子，着禁家己的嘴无讲歹话，禁止嘴唇无讲诡诈，就拒绝歹做好事，热心追求和平。因为主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毋过，伊会对做歹的人变面。恁若热心做好，啥人会害恁？总是恁若为了义受苦，就有福气。毋免惊人的威胁，嘛毋免着急不安。着尊重基督做主，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，着不时准备好势，通对伊来辩明。不过，着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，着有清白的良心，通互恁受侮辱的时，互遐会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着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、感觉现象。受苦若是上帝的旨意，做好来受苦，比做歹来受苦较好。因为基督嘛捌为罪来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为着要带恁到上帝面头前。伫肉体伊受处死，伫灵伊有割活。也好，咱亲像咱昨有讲到，甲主同割活，咱愿意为着义受困逼，愿意同心合意，愿意彼此相挺的人，才会当蒙福。14节彼得讲真清楚，即使为着义受苦，是偌尔有福气，毋通惊人的威胁，嘛毋通来惊吓。无需要惊困难，无需要惊这歹人，毋免担心威胁，无需要惊吓，因为这是蒙福的之道啦。诗篇77篇，苦难中的安慰。我要对上帝大声求，对上帝出大声，伊会耳孔听。在患难的日，我要找主，伫迷时举手祈祷无停，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我少念上帝，就吐气哀怨。我静静想，就落一失望。你互我目睭金箍箍袂困去。
我烦恼甲拢袂讲话，我对念过去的日子，回想古早的年，我眠时静静想，我扪心赶家己问，心心相惜心早，主剑会永远放下越咱，伊剑会无时温互咱，伊的主爱剑会永远消失，伊的永远剑会永远落空。上帝剑袂记得时温，剑已经用受气代替伊的慈悲。我讲我心痛心的，就是只管上帝要阁有气力。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想念你早时的心热。我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的所做。上帝啊，你的道路神圣，剑有生命，亲像你这么伟大。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捌伫万民中显示你的权能，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子民，解救雅各甲约瑟的子孙。上帝啊，大水见着你，大水见着你就拢惊吓，深渊嘛袅袅出，密云变落雨水，强创大雷。你会死若四界蛇，光掠风内面有你大雷的声，死人的光死甲全地，地袅袅出大摇动。海中有你的道路，大水中有你的路径。你的脚热无人知，你捌用摩西亚伦的手带你的子民，亲像在带羊群。感谢主，互阮的生命会通经历着磨练，阮会通磨练来成做金。求主帮助阮会通来克服心内的担忧、惊吓，勇敢面对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